護老者真實分享大先生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大先生的護老故事，因子女有自己家庭，夫婦間互相照顧，轉變的關係，退休後增加了與太太相處的時間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論復診還是旅遊，我們都會陪伴左右，彼此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。甜蜜的經歷，去旅行，困難與克服，有時會腳痛，但大家會互相按摩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子女，幫助你的人，說感謝或祝福，謝謝他們，祝他們身體健康，開心快樂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不要執着，要互相包容，珍惜對方。護老者角色，教曉我關心對方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389200101。投稿或細閱護信，請瀏覽 https://sws:/org.hk care